这礼拜来过去我带一点，即摆礼拜要开始，阮遮东港是遮东秀祈祷，求你保守带领咱的敬拜，一切顺利圆满，平安出入。阮安尼祈求，做主耶稣的名，阿门。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一切的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即时咱请敬拜团来学罗敬拜。感谢神啊！再一次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祭拜，以神为乐。相信神这时候也很开心，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殿中，心向着他来亲近他。如果方便，我们邀请大家可以一同站立，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向着主来献上我们最初的活祭，祈求圣灵运行，充满我们。充满这地，借着诗歌讲台信息，礼拜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说话。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
谢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耶稣已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都在神手中。崭新的天路历程，神的全能同在的扶持，使我们成就他的荣耀。路上行走所需要的主必要顾，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继续以感谢的心来敬拜新造的人。咱三个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倚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爱，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真讲，你着倚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咱文化教先期的总源头。我可以写信来问你，你一定
你若安尼相命，你若相命，正会变做你知，你是我的心。请坐。咱三角交读课英文39章39篇，我来客恁来念。我搁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过去。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我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必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搁再有死息，也无搁再有哀伤、嚎叫、痛疼。坐伫座位的讲：我换新万物。搁甲我讲，已经成了。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必先接者。咱三角暗头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即礼拜来保守甲照顾，带领阮来圣殿敬拜你。虽然阮有兄弟姊妹因为身体欠安，也是出国，袂当来圣殿参加敬拜，求你的灵也甲伊支持。主啊，即礼拜阮若有心思意念，若有无符合你的旨意的，求主你赦免。帮助阮有敬请的心，日常生活按主你的教示来行。主啊，也求你医治身躯有病痛的兄姐，互因的身躯的病痛，伫你的灵敏得到医治，并安慰因的灵，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主。也求主你的灵甲蔡长老同在。互伊讲出的主的信息，互阮会使更加感受主你的疼，改变家己，成做新造的人。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给主。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的名求。阿门。咱请放情团献奏，游问世间是迷路。
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至18节。因为基督的痛疼、催逼阮，是阮想，一人替众人死，就是众人死；搁伊替众人死，是要互这活的人以后无为着家己来活，是为着替因死来搁活。所以，阮对今仔以后，无照肉体捌人，虽然捌照肉体捌基督，但以后无搁安尼捌伊。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成新的。搁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各合，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各合的职分互咱。即是咱请蔡长老来讲道。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新造的人。兄弟平安。平安。那个出面隔壁讲你是有福气的人，你是有福气的人，是咱我在前面讲这句话呢。今仔我徛伫遮当讲道，我嘛感觉我足有福气。我是一个福气的人。即礼拜阮甲爸医建立真亲密的关系。来请阮迄个大宝连续请假4日，看病4日。搁来是阮太太伫昔日住隔壁只做看嘛，讲紧来急诊，我随送去急诊。吼，这急诊吼，病院全即摆拢总人害啦。结果阮太太所有的迄个医生甲交代讲，干脆全部总检查，阮太太去做健康检查，拄啊检查一暝。检查一暝大病，膀胱检查哦，所有的拢总检查。感谢主吼，互阮有一个时间会当带保庇阮，毋免顾囡仔。两个住遐安尼暗时，两个做伙遐带看，安尼看伊咧迄落吼，莫目睭揢愈看愈水啊，两煞暗时，感觉嘛袂歹啦吼。然后即礼拜我足无闲的，真正的无闲。足无闲的中间，搁来着阮迄只细只的吼，讲手破空，惊讲肠病毒。记得再去看医生，讲若确认肠病毒来通报法定传染病。一个房叫人两个法定传染病就袂使上课啦，要逐日发烧足厉害。当阮准备着你的时候，伊就毋拄发烧，即边拢无甲我吵。我准备着你就足够甲我吵，即边拢无甲我吵，电话带走。结果退休我食袂了，开始咧甲我吵，我讲安尼你摕骹好啊。到了我就飞佚佗，结果飞佚佗带你捡物件吼，犯作用你去摕着迄个相共的卫生部专安尼响落，靠着一个吼，迄个咱的烤箱吼，迄个工业个。我即世人嘛喊遐大声，我就无法度安尼，倒咧半点钟拢袂紧张，过阵叫伊白死煞，咱一个囡仔搁咧艰苦，啊毋知要安怎，不要紧啦，反正我甲病院建立真亲密的关系。病下看看咧讲，对我讲慢，莫规头到尾平来，像太太迄吼，规暝都做袂了，足简单嘞。你甲我煮一支虾，我较袂晓食，然后摕药互我，因为我会记看倒来，是安怎？明仔载我要讲道，你要讲道，教会，你教会爱讲道哦，可见伊是基督徒啦吼。我讲道上重要，不要紧你生活。你安尼用了，你就感觉不舒服，你爱随搁来呢。我讲袂啦，我已经我的经验内底已经10冬无水，无水到落病，我破病偌重，到拜六礼拜我照常来讲道，拢无感觉。你毋知我注意无？我冬内无偌久，我去挂胆呢。拜五我去挂胆呢，你无一个知影讲我去挂胆出来，迄阵搁2场的礼拜，一场欢喜，一场台语，我拢无共讲，我嘛照2礼拜咧。真正都无感觉，医生拢想讲我家己病，其实我是走来咧讲道。到拜个时阵，我结果一个病人已经走无去啊！你甲问护士长，讲护士长讲，你着家接近较8号伊家日记，日期天天咧，我叫师傅甲我带倒来。我去手术，送去到病房1点钟，我就已经我离走去。我
我感觉上帝，一切拢是上帝。所以讲，我会甲你讲，恁会当来做礼拜是有福气的人，甲你讲你是福气的人，到做礼拜是真正真水的。我为着容易上即礼拜时阵，我甲你讲好时，我专门讲感谢主好甲在我站袂开袂拢困袂去，啥啦？倒边也忝，下边也忝，平台也忝，拍过来都根本就无当拍过来，反正就规身躯拢忝，安怎倒安怎忝，啊忝一步好，就咱来甲受忝，咱开始受，真诶，过拢会情形，满满充满感谢。若假如无即个，即个头声放伫遐吼，我直接倒落吼，啊即个头壳吼，我今仔无伫遮啦，今仔日一定伫遐咧手术啦。啊若较输，我是搁较进前一下，是较进前一下了，拄啊头壳对迄个头声落吼，尖尖嘛。我今仔嘛是无伫遮啦，今仔嘛是咧手术啦。我今仔徛伫遮吼，你较定来甲我打招呼，莫甲我摇了伤大力就好啊。感谢主，凡事感谢。咱即礼拜是啥物新创造的人？我一直咧感觉新创造的人，到拜五，因为我讲拜四拢着传迄个迄落乌张落啊，传跑跑去。但是我是无传咧，就感觉我一首诗，一直伫我心，注定我心内无惊遐自在。古圣诗270首，新圣诗759首。咱新圣诗找用古圣诗的无济，但是古圣诗约几啊首，咱古圣诗足水的。注定我想完咱新创造的人是耶稣结连啊！759首拄啊遮水的圣诗，咱是当无爱来唱，我一直唱一直唱，啊目屎就连成哦。我的后生毕业班倒吼，不演诗就一首啦。大家甲我讲，蔡天乐，你学会看的时阵，因为因先好，因的诗版先唱，唱了咱会友徛起来唱。伊一摆唱唱，我目屎都溢流。我毋知我家己挡袂牢啦，我足惊看到吼，咱嘛小爱民主吼，安尼目爱偷拭一个，安尼啊，我一直流一直流。我后生为着毕业班都准备足济，所有工设案行完，你到位人坐了满满，讲是人毋茫咧坐人过，我拢是工作拢是敢应付过尔。啊，老师另外一排老师拢来。啊，嘛有史以来毕业班都叫美术欠第一摆，一个硕士已经读第1遍，读第2遍已经3档半，去要读一定读去要4档啊，毋知毕业袂毕业了紧，我上帝，我已经甲讲拢了紧，你拢交互上帝，伊若无你毕业就莫毕业，伊若讲你袂使学会，就拢莫会，拢了紧，欢喜就好，因为你共占人的头路，欢喜就好，总是感谢主，其实伫毕业等到中间。所有会友拢讲，伊非常的感动，因顶面敢讲，甲上帝结连做伙，安尼就好啊。谢老师无结连做伙无重要，上重要是你有上面上帝结连做伙，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注定我心内甲咱三角结连，这是咱所爱啊。新创造的人就是主内面完全新，所以叫新造的人，台语叫啥？新创造的人。造是什么？重新创造，重新不一样。所以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才会成为新创造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上帝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乃为他们死而活的主。我们新创造的人，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活，我们是一个新的人，而是为我们复活的主而活。非常美的一句话，而且非常值得我们深省。我们是重新创造，而不是将我们老我跟新我结合在一起。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新酒不要装在旧皮囊。新的酒吼，毋若放到旧的。迄个以前拢嘛是用皮吼咧做开咯，为什么？新酒会发酵嘛，旧的皮拢就破去啊嘛。你家己靠家己，靠自己，怎么努力，不可能达到上帝的要求。哦，那不要来信你们基督教就叫好严格哦。昨天晚上，因为我整夜没办法睡，所以等一下如果睡着，记得稍微跟我喊一下，会不要睡哦，必须睡。我一直想说这。民国60年到现在这114年，超过一甲子在教会侍奉。我在上帝面前很负责任的讲，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越甘甜。
越侍奉越甘甜。可见你们都没什么信心。越说真的是越甘甜呢。我不必参加应酬，我这一辈子里面都是到小教会去。这个小教会，耶稣传道3年，有人做3年半，我就他说3年以后，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之后，传人牧师来我就离开。后来宗教最久呢，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站。如果你不要赶我走，拜托你不要客气跟我讲说，蔡长老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可以走了。我不会走了，我会坐在下面而已，你们选别人来就好。我来5年，所以我一直心里觉得好高兴，一直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看到每一个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每个长子虽然外面可能给你们很不同的评价，外面都讲说，尤其你去期间中会如果开会的话，我想陈国伟长老应该比较常听到，骂我们新生教会是骂得很惨，中间教会是骂得很惨，中间教会的长子都在赶牧师。可是我觉得中间教会真的是非常好的教会，长子非常用他们的心在为了这个教会而侍奉，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为我们死是我们众人死，什么叫众人死？是因为我们老我死掉了，我们这些老我都已经死掉，我们在这活是为基督而活，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命的生命开始。我一直昨天晚上一直问上帝说，我是不是新创造的人？看上帝不理我，只让我觉得很痛而已。结果之后我忘记我在痛，我才觉得说我是不是新造的人？我是检讨说我有什么改变没有？最近我对我太太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对她好一点？不要想别的那么往常1个礼拜我们再见面一次，我对你好，当然感觉上没问题。可是你有没有真正新造的人有没有对你太太很好？我看我们吴长老的身上，看林珍姐每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就知道我对她一定很好。那相对你新创造的人是要很好。然后弟兄，你有没有对我们你的太太很好？有哦。你一个人家庭对你的太太都不好，周问啊，有听我在讲话没有？你还有什么资格讲说我真的是新造的人？你看那个谢明兄的谢长老娘每天看到人这么热烈的招呼，他每天都很快乐，因为最起码我知道谢长老已经对他很好。你看不好啊？蛮真的是对他一个很好。那怎么说？你的教会真的是好的教会。新造的人就是本身在基督为我们受死，所以他受死是怎么样子？无条件的。基督耶稣无条件为我们受死，他是个神，可是他就到世上来取得人的样式。他有神，但是他也有人，有人就有七情六欲，有人就有喜怒哀乐，有人就有不如意的地方，有快乐的地方，但是相对有不如意的地方。我突然上帝突然跟我讲一件，说你每次到这个教会3年，然后3年半，你就说我这学习耶稣我就走了，保罗也一样啊。但是你忘记，主耶稣基督传道是整天在传道，他3年半传道走过的那个所谓的这些乡社、雅鬼、收宅，他传讲的道理不是只有讲3年半呢，你们是1个礼拜讲1次的，1年顶多52天，还要加上我们要剩一点，1年讲不到50次的，40几次。可是上帝是每天搞不好讲的1个都比你还多，都不能讲话。上帝我错了，我本来心很急，所以我3年多来每一次讲的我都希望能够把要讲的都塞得很满。还有一个很好心的姐妹跟我讲说，蔡长老，你每次讲到重点，我们要退下去的时候，刚泡会的油已经跳过了，为什么？我要讲很快，所以我今天讲很慢，因为我今天讲不快，这个一倍讲快的话有点痛。但相对的，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所以基督的爱是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耶。老我不好的地方，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主耶稣基督，然后让我们老我致死掉，理由细体的。我这种讲死最歹听，那有歹听。那唔好就本来就是应该爱气度爱好死体啊，然后新的啥，咱已经赢过咱的肉体，
转那种信心来赢过这个世界。所谓赢过世界，不是说跟世界区隔啊，那世界做的事情我都不对，我都不做，那个是脱离世界。你们无法脱离世界，你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融入这个世界，但是新的我们来感化他们。我们要有基督的爱，让我们周遭的朋友都感受到基督的爱，那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才是一个信道的人。所以信道的人是有基督的爱，更重要的这个基督的爱，不是说哦，你不信主哦，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不信主的话哦，你会下地狱；你说你不信主的话，你会受灾难；你不信主的话，你会怎么呢？信仰不是跟人家辩解，没什么好辩的。每次人家跟我讲说你们啊，都只有相信你们上帝才会得到永生，我相信我们马祖就不会啊，你们这基督教太狭隘了，太自私了。我没有跟他辩，我就笑一笑。然后他们通常都会讲一句话，可是我看到你哦，就很好相处哦。我没有跟他讲大道理，但是我的行为要让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就这样而已。所以相对的基督徒那种无条件牺牲的爱，所以我经常人家跟我在那里讲了老半天，我都不会跟他辩，然后说问他说，啊你若死命哦，啊你若死咧，死有轮回啊，啊轮回哦有好像7道6道，啊你若轮回到畜生道吼，啊今日我食迄个猪肉就是你呢，受着都足烦恼的呢。哇！你轮回的畜生去抓迄个猪啊吼，阮太太吼，我中昼时拢叫阮秘书去买控肉，因为我太太不准我吃控肉，所以我趁着中午我太太没有看到我吃控肉。可是控肉哦，搞不好是轮回道。如果你讲轮回汤，你轮回来，我一吃到是我朋友的控肉。他这个真的住了，他说那我该怎么办？你说你家在哪里？好，你在附近的教会。然后有时候他们讲家人都不理他，说不理他没关系，你就再找一些，反正台北市有的是教会，好多，找一些教会去，那你在那边，你得到人家会帮你找到团体，找到小组，你到那边去，你慢慢，你会发现到你死后到哪边，你就知道，你死后比生前更快乐。你说有这样哦？当然有这样啊。可是你还没死，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确信。就像我相信有空气，我确信有空气，你相信吗？你相信，对不对？告诉我空气在哪里？告诉我有确信，可是其实你很确信，为什么？你的房间闷得很烈，你不是空气很糟糕吗？那为什么很糟糕？为什么很糟糕？我们现在空气好不好？对不？空气好不好？在哪里？上帝爱本来就无所不在，在哪里？上帝爱就是无所不在。新造的人一个很重要，我是新造人，要回应上帝的爱，回应上帝的爱，爱上帝听得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好行为会让人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那你好所行，会让人知那是主耶稣基督发生啊。你不要你是个基督徒，你没有改变自己，然后还是凶巴巴的，自己到晚一天到晚找人家的毛病，一天到晚找他的不对，一天到晚准备告他，一天到晚要怎么样？然后我们经常还有一些比较信仰的前辈，尤其神学院的老师，都说你被人家讲，你就不要再讲话了。那不要再讲话的话，基督徒要学习忍耐，这是上帝给你的考验。所以好几年来一直攻击到全教会都知道。我想我们的小会议长也应该知道，所以一直攻击这个。那上帝跟我讲说，爸爸，我难道不要回嘴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要追求众人的和睦，生命在上帝，上帝替你做主，而且越让你能够历练到，你做了这么大的攻击都还站立得稳，那才是重要啊！那些人没几个人也无所谓，都把你，纵然你做的再好，都把你打最低分，因为信仰不好也没关系，不让你毕业也没关系，上帝做主，就上帝做主嘛，这个都不重要。我还笑笑告诉他，你还要念神学呢，你老爸连神学都没念，而且你老爸学一下，当不是我跟那个，你哪讲是4十单呢？
恁老爸比你阿公还好，阿公是当面都被赶说，你出去，我被新人你徛啥讲台，都是当面被赶的，在过后，不是过后，你古灵教会过后教不要误认他嘛，过后教没有，但是过后教会有对我爸爸很不满，我不知道，所以我才知道，所以我过后尽量不去过沟了。既然他对爸爸很不满，我们就不要让这些事跟他变，不要变，我们做给上帝看。我爸爸带出来的古灵教会，是我觉得我一直感谢上帝，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古灵教会会有一出道放进去，因为信仰都很好，几乎都当长老，信仰的服饰很好。你看他们要盖教会是一天呢，什么叫一天？他们过年的时候讲说我们要给蔡老师领奖包，给蔡老师一个礼物，蔡老师常常咧2公到我要顶替，好啊，去签名，签了2000万，那时候物价很便宜。他会盖多少？1700万。所以现在不要讲1700万了，现在一平要至少是7万，将近20万，你怎么盖都不可能盖那么漂亮。那1300万块，所以时机很重要。所以我上个礼拜不是特别在讲吗？我们要什么？要把握时机嘛。鸡叫天亮了，鸡叫嘛。鸡不叫天还是亮啊。重要是什么？有没有选过来？有选的人，最起码过这一天；没有选的人呢，这一辈子不再见。所以要信主，要趁早啊！我们真的是要做新造的人，要趁早，要赶快趁早做新造的人呐！就像我们要请主耶稣载着你骑脚踏车，这什么意思？你们都骑过脚踏车嘛？脚踏车除非特技演员，骑脚踏车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经常骑，你要一直踏。你不踏的话，你停下来会怎么样？就倒了。一般来讲不是特技演员说特技演员梅姐可能有去学特技吧，你会不会倒我不知道，但是相对一般的人脚踏车一定会倒啊，你要一直骑啊，不管骑快骑慢，你要骑它才，就像我们基督徒要不断前进，不断更新呢。不能让自己是新造的人，一直在更新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像主，一直在更新自己才是新造的人。而且有主骑脚踏车有个好处，上礼拜是不是被上沙顶的脚印？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是主耶稣背着我们在走那你的脚印是主耶稣的脚印，不是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载着我们骑脚踏车有一个好处，遇到那些坎坷路，遇到那些那个不好的路，遇到九头路，遇到就拍起来咯。反正我们是主耶稣载着我们蹦蹦跳，蹦蹦跳，我们还是可以过。到天的路是窄的，但是主耶稣在的话，就没有所谓窄跟宽的问题呀。就是说在咱行路，你就讲我们上天的路是窄的，一听就讲，你唔当去信基督徒，信基督徒，天堂的路拢唔通去信基督教，信基督徒本来庙里那想拜一个这当名钱母，今日领5块，明年当上50块。可是信基督徒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将脚踏车给耶稣，耶稣你来载我。你来背我的重担，既然拿着重担者来亲近耶稣，能够回当大人到我面前，主要说你都会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让主耶稣基督载我们，那反正路宽路窄，路弯弯曲曲也无所谓。你们现在我不晓得有没有考驾照，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以前我们考驾照还有叫做 S 线倒立呢，走过 S 斜呢，然后再倒立呢，最后。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本来就要停下来，要跟考官讲说，我不考这一道。那他们那个主任严谨，他说为什么不考这一道？我说，世界上遇到这种路，我谁敢开车？一定停下来走过去了吧？这种路下面是山谷 S 型，上面人刚回去了咯，骗人的，那个都是要叫教练说，看到什么？看到右转灯打2000半，这边打1000半，你真的开车有这样啊？看到那个路我告诉你，跑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这辈子要相信耶稣，敲死耶稣的头，让耶稣载着我们走。阿妹，让耶稣载着我们走。阿妹，你有什么好怕？路坎坷就坎坷嘛，你会遇到苦难。所以这个礼拜我跟我太太在医院度蜜月。没看到那个真的是有时候急诊室最好不要去都是。那改你叫做挨白叫好啦，
连上个稍微要稍微往移动一下，叫到好大声。有时候你觉得好痛苦哎，那个人你有这么惨，你有什么值得埋怨？他们比你更痛苦。在吉林市那些人呐、真的是痛苦，挨满的人呢，有的那个老上啊，摆满的人呐、所以我们去吉林市，在旁边一个医生休息室一个小房间里面，声音可能不会那么吵，在那边机器都搬进来做检查，一直在检查。可是我都走到外面来看那些人，觉得好难过，就有时候看到他在那边等那个，他们都有一个志工在推哈，吉林市，所以有时候我会帮他去推。所以他都很紧张，我就帮他去推，接着他光来，我帮你推你到一个光，就在那边，因为他都有一个牌子要到一个光，我就帮他去推。所以那时候台大的那个吴院长，吴院长对，吴小明也打电话，刚好就很巧的机会，他们在聚餐，某某某，你在那急诊哦，要不要来台大？我已经来这边了，我要跑去你们台大。我们这边的，其实设备没有不见得比较好，都一样的，都一样。哎呀，谁喜欢去急诊？所以昨天我就投出来，今天我就可以讲到，还是你们不要去随便碰就好。我还是讲到很高兴，什么是心脏的人？心脏的人是不是？想看哦，我们是心脏的人，所以我们要看起来完美的超人。如果你能够做完美的超人，那你是心脏的人啊，我承认的。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超人吗？有吗？人家你是瑞典博士哎，你是完美的超人吗？我相信没有完美的超人，包括站在讲台这个蔡某某，包括所看到的赖总统，都不是完美的超人。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超人。你是不是看起来是属灵的圣人？是不是？没有，神学院很多是，这些老师都是属灵的圣人。但是相对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属灵不属灵，不是我们决定，谁决定？上帝审判的时候决定。既然做属灵呢，安尼分数800分，这人做属灵，不管你写得多好，甲拍70分，70分多给啊，也就是我是70分及格，大学是60分及格，所以上课成绩经常是70分，因为他的paper 写得太好，写得到老师不耐烦，说你写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教？好了，那没关系，就70分了，高兴就好。看起来属灵上是全能的伟人，如果能够当全能的伟人，好不好？当然很好啊。有没有全能的伟人？无，洪主任你是全能的伟人哦，你不是哦，我也比好比我更厉害。我确定你不是全能的伟人，因为我也不是，我比你更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是这样吗？这些都是外在的嘛。全能的伟人，你当然去追求，你可以追求真的属灵的圣人，你追求让上帝是认定，你追求你做事情都很完美，真的是基督徒做事情可以比较完美呢，这是大家公认的呢。在我所服务的机构里面，大家都公认。对不起，我要看一下时间，因为今天我太太没有在旁边。但相对的，我们都是不是外在是这样的吗？在基督里耶，你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一定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才是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要新创造的人。这咱们到基督里，就你的内在有基督，所以有圣灵。你说基督跟圣灵没有关系，他们是一体耶。基督走了以后，上帝耶稣走了以后，他差遣保惠师就是基督嘛，就是圣灵嘛，来跟我们同在。甚至无所不在，但是他会进入你的心，你要不要接受？所以我觉得真的圣人在跟我讲，我觉得好高兴。所以昨天越讲越兴奋，你看时间，5点多了。可是你讲说，我能不能睡一下？别人要讲到，可是还是睡不着。上帝可能讲说，反正你睡也没有用，等一下疼痛也会起来嘛，对吧？但是我们聊一聊天也好，难得跟上帝聊整夜真的是感觉上好舒服的感觉。好。内在里面是什么叫新造的人？要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你的行为有好的，你可以保存下来；不好的，你要改进。有时候我会经常讲，一个媳妇嫁到一个家里，一个基督徒嫁到家里之后，她回去，她妈妈说：“你的婆婆有没有虐待你？”说：“
好多好好哦，第一天煮那个饭哦，我煮的太稀了，包括我发现说我最喜欢吃那个饭很稀的稀饭。第二天他就警惕自己，你妈妈说，哎，唔好啦，食啊，老人他食啊，规拢阿妈汤。所以第二天呢，就把那个水加少一点，结果那个好硬哦。我说我最喜欢是硬的饭，好 Q 哦。你们这样进步出来，啊，你是要到厝咧煮菜烧，较做煮安尼，啊，肉未收咸就是收咸，啊，唔收咸就收正。每一件都很好吃诶。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讲说，她给我的一个泡菜非常好吃，吃完以后她也吃一口，跟我讲不要吃不要吃，为什么？她本来加醋加醋加盐，哎不加糖，结果当然好吃啦，说真的是这样。可是那个泡菜还是有醋，才解释只有泡菜，你不要吃了，就赶快把我拿起来。但是都是好吃嘛，你太太煮的东西怎么会不好吃呢？再咸也好吃嘛，再甜也好吃嘛。等到有一天你想吃你太太煮的，搞不好你都吃不到。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在知识上要渐渐更新，如同主耶稣一样。所以说，信道的人是从心去领受，完全去看世界。所以信道人，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保惠师来。这保惠师要做什么？将一切的事都指教我们，你给他大受欢呼，那一切代志。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重要的是什么？问一下保惠师的感动是什么，而不是你的感动。就像我们在祷告，不要开药单，让上帝做主。你把祷告应该祈求的交托给上帝，上帝会替你组织那个行为。所以保罗先生讲，当时一个书写的风气里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要被圣灵充满。在讲到认识圣灵的时候，我接到几个会友讲说他很感动，感谢主，不是我讲得好，上帝圣灵感动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只要你把心胸敞开，聆听圣灵的声音，圣灵会知道你怎么做。要做一件事情，要创一个事业，要左边要右边，你要升个官，你要做一个什么事业，你要念哪一所学校，圣灵会告诉你的，一定会告诉你，只是你听不听啊？就像我们补习班老师都讲说，老师给你改，你会听哦。圣灵会教你，但是问题是你听不听啊？所以他来了是要吃上个礼拜，这是圣经有讲，上礼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啊。然后我们就不再重复讲了。为罪就是你不该做的事你去做。我当法官生气最深刻最清楚啊。每次问他说：“你哪里爱走？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说：“我以为没有人知道不会犯罪。”我们经常都认为说，哎呀，没关系啊，也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所以撒旦那个诱惑夏娃的时候，我们讲诱惑嘛，哎呀，兄弟，你赔了，我也安尼嘛。我们现在不信嘛，所以为义是什么？该做的你不做嘛，所以是基督为我们牺牲了，我们应该是广传福音呢，而不是知道自己本身是个权威，教会没有权威。有的是什么需去广传福音的？你有没有将你的亲戚好友找到教会来认识上帝？你说哎，我的口才不好，就像摩西讲的，我口才不好，那我不知道该跟他讲怎么才能够信耶稣。不要你讲啦，你如果跟他很亲密，他觉得跟你来教会很快乐，那就带他来教会，圣灵自己感动他。然后为审判啊，就是我们又是良心的清洁。这个世界上本来就魔鬼说谎不，所以在基督里每天都持续更新。注意听哦，要持续更新，被圣灵充满。什么叫持续更新？不是说，哎，我已经更新了，没有，每天都不断的更新。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是个很完美的基督徒哦，我看来，可是明天不一定呢。你会犯错，会有。眼睛黑的，对不对？有没有说眼睛会转红？会，不要这么说，不会哈。有时候眼睛真的会红。那我们就跟神，所以认罪悔改是基督徒。你说你们这当信基督教很累哦，经常要认罪要悔改。哎，认罪悔改就把你的重担脱离，快乐不快乐？很快乐的，怎么会累呢？所以在基督里面
从我要啦，我想什么，我认为怎么样，要改成什么？那主需要我怎么样？主要我怎么想？主耶稣认为什么？你要思想改变，从根本上去改变，从你要变成主，你希望我做什么？所以我们主受的恩膏常住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来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什么是主的恩膏？就圣灵嘛。圣灵会教训我们。我还想强调一次，你接受不接受嘛？你听不听的问题而已嘛。所以圣灵告诉我们什么？专心仰赖上帝啊，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从民国60年来念法商学院，现在就是东京大学了，现在改成台北大学。那说真的，我是很侥幸考上，因为以前法律系真的分数不高，不像现在法律系的分数很高，以前不高。我考上以后，我开始做的事情是，教会是排第一，上课是副业，所以我几乎跟那个叶江长老2个都是在跑教会，全部都在教会。哎，到大二的时候，突然发觉到我的头脑变聪明了，咱台语讲叫做变跳，开始开窍。我在开窍，我背什么东西都很快。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样好了，那大学我去考人事行政，那之后毕业要考金融法务，做考司法官，头脑都很好哎。我们看周报，你们都看周报对不对？我以前是会看周报是不必看，我可以从第1条念到最后一条。那现在可以吗？现在只记得我看的人口，其他的，哎，我们尽量记住你们啊。但相对的，头脑现在差很多的。我讲话经常就迄个咪五这嘛，常常叫五五这，结果又有人就是说，有啦，咱教五五这啦。第二节真的是很多教会都有。所以相对的，我们要什么？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啦。新造的人会不会犯错？当然会的。那说我是新造的人，我就一辈子不会错。所以我们经常接到恩典派的那个牧师都会跟人讲，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其实一半对半错，对是得救没有错，但是永远得救也没有错。但是那个永远的永远是 ing 是进行式，不断更新自己才会得救，而不是说我这一次得救了以后，我信主得救以后开始为非作歹，照常得救。你为非作歹以后，你就已经等于你不信了嘛？不信怎么会可能得救呢？所以信道的人是不再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引导。我们现在去追求世界价值观，我能不能去高位？我能不能当大官？我能不能当企业家？我能得到很好的东西？新造的人是不再计较这世界的价值观，一切依靠上帝。上帝叫你做什么职位，要做什么职位，上帝就做你做什么事业，你就做什么事业。而且最主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圣经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而不是自己发明一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称为异端，是自己的教主会写的另外一本圣经，然后大家就念那一本。他的理由是，你看我们还是用新约是用保罗的书信嘛，保罗都可以写书信，那我是先知啊，所以我也写一本。保罗的书信是从圣灵感动，所以新约到旧约其实念起来都一样。这是一贯的圣灵，一个圣灵一贯的感动所写的，而不是用你自己的意思自己所写的。所以更重要的，你要信道人要愿意让自己重新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人参加小组团契完之后，他就刚好听到这个圣经节，那若我跟他记日记，那就是一切都变成新的。他只变到后面一段都变成新的。他本来脾气很暴躁，讲话都骂人，在家里真的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尤其他如果他关在进去里面念书，外面都不能吵。有一次他的姐姐带小孩来，带小孙女来，阿公阿妈都很高兴了，他就骂那2个小孩，就很凶，你们2个吵死我等等的。所以那小孩子好怕舅舅。然后之后他觉得他应该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关起来是请我们喜欢找弟兄啊，跟他写一个春联，写一个那个门联，写什么？
那写的一个很简单的字句说，老我已经死了，我是新的，老我已经死了，回来跟他爸爸妈妈讲，我也会改变我自己，我的老我都死了，我现在是新的人，我学耶稣的样子，谦卑温柔，那么谦顺，我们不会轻易发怒，我一定做一个新的人，我生命都改变了。哇，他妈就打电话说，你是你吼，阿公唔讲改变新的啦，你来当带我去佗啊，好，阿公足想遐孙仔呢。讲毋是弟弟好，足歹，袂啦，你甲迄两个囡仔讲，迄两个讲毋通拿对头，阿姑讲甲骂讲袂咯，阿姑讲伊要改变家己啊，吼，他就这时就把小孩子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吼，你就知囡仔吼，当然较乖的吼，舅舅在里面哦，因两个足惊舅舅，舅舅足怕。你就知囡仔人咸丰五文金，开始闹两个拄啊算嘞，舅舅无解，甲咱骂呢。两个拄啊开始闹一个冤家，阿公阿妈讲袂记恁阿舅哦，以前改啊，你去甲恁阿舅讲，他就敲门，一直敲，那个什么事？我就打我了，姐姐打我了，姐姐打我弟弟，就姐姐打我了，就姐姐打我了。我在念书没有空啊，忍耐压住自己的脾气。我在念书没有空，你们两个自己去玩，我们就关起来。妈说，你阿姑咧读册无听，你嘛较吵啊，不要吵你舅舅啊。那他们呢就开始乖了5分钟以后，你知道小孩子哪有乖5分钟的，又开始两个又吵了，一直吵，两个又去敲舅舅的门了。舅舅，你替我主持公道啊，是他不对呀、姐姐说弟弟不对，弟弟说姐姐不对，舅舅们关起来，这儿一直听，一直看，一直忍耐。我是新造的人，我不能发脾气，我是新造的人。说你去找妈妈去姐姐，又把门关起来。感谢上帝，你看我是新造的人，我都没有发脾气。又安静了一阵子。你知道小孩子哪可能安静一阵子？等一下，两个又开始吵的，人的茶杯都摔破了，两个人吵得闹，结果那个人门就开起来了，把老我已经死了撕掉，说你们两个混蛋，滚回家！我在考试里面在知道我什么？看你们爸爸妈妈就笑一笑。新造的人要从心里改变呐，靠主耶稣改变呐，自己变不了啦。能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你要靠自己改，根本不可能改得了。所以新造的人，我们的改变要什么？要跟上帝连接的改变，就像通线，你不能随便去拿一个那个水龙头来一插上去，自来水就会出来。你不能拿一个插头插上去以后，你就可以打大哥大，去买一个手机回来就可以跟任何你的朋友联络。要什么？要连线。新造的人重要的是什么？要连线，你的生命要改变。新造的人就是什么？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它的好处是什么？你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呢。你不发现你对你的儿女是百般容忍，用爱在对待他们？我们对每一个儿女，就像我们家那只小猴子，有无尾熊基因的小猴子哦，真的是，我只要准备讲到，电脑一打开，它一定坐到我的腿上来，所以我就都已经准备讲到完，你就输入到我的 iPad， 输入到我的那个 Line， 然后从 Line 里面再看有什么要改，之后再出来改。那没办法啊，那你对他的评语是什么？好可爱呀，这高志业。好死的了，可是好死的孩子好可爱，对不对？你如果上帝的儿女的话，你当然就是好可爱呀、就上帝的儿女做什么，你的关系会改变的。主耶稣葡萄树，你是树枝哎，你是相连在一起耶。这个经文经文在讲的，你们要记住哎，你们是连接在主耶稣基督，就像树栽在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就在 KTV 给归气呀，永远得到租任。你要靠跟主连接，你才可以永远有新的生命，永远有新的活水产生啊，而不是靠自己，自己会枯竭。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奋斗，你会枯竭。所以我们讲说走着就哭了，啊，我为什么那么累？每个在座的都很累。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大家都很累。相对的，我们要靠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改变，
没有圣灵啊，没有生命要改变啊，我们会悔改，我们会转向耶稣，我们会学习赦免人。所以呢，主都不敢讲啊，下面我的鼓舞情况，下面鼓舞我的啊，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人的债，会学习饶恕，学习赦免。最后一件，新造的人会要成为和好的使者。什么叫和好的使者？上帝为我们都牺牲，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上帝和好呢？所以我们要连接跟上帝，我们借着基督跟神和好，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要当和平的使者，劝人跟人和好。所以老雅各告诉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就一天到晚到教会里面你教会上面人穿衫穿啊，这袂顺到偌好个，拢穿迄个名牌，这看啊，做一较穿嘛穿迄种衫，我看隔壁拢穿迄种啊。咱是咧讲今仔有诶到有诶呢，是你穿这衫真足水，你搁穿100遍我看，我嘛感觉足水。我们教会是一个真的是欣赏赞美人的教会，而不是一天到晚公宴会。所以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勒住自己的不是叫你不要讲话，勒住自己的舌头说不应该讲的话你就不要讲嘛。一天到晚在欺负人家、亏人家，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家里的圣经一定是天就是叫这波知识？我是袂使讲说，我嘛对圣经做法的呢。没关系，上帝指定对你就做什么都很高兴的去做，不要批判。不要论断，我们要的是什么？用造就人的心，用欣赏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再强调一次啊，要觉得别人每个人都比你自己好，自己强。所以呢，靠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不要跟他这样，怎么指定把我写成知识，我都不会。谁生下来就会？从不会到会嘛，你只要靠着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虽然我都在结束的时间有点超过了，如果我看到没错的话，相对的，有一个教会很大，那教会里在都市里面，我们都市里面经常有一些违章嘛，一些破烂的房子，那在都市里面做了一间破烂的房子，可是他因为教会在附近，所以他出去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可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那个他的母亲有时候他会邀请他的妈妈去，他的妈妈身体以前非常不好，所以他邀请他的妈妈去。他的妈妈很喜欢到教会去，他也很喜欢听那个大牧师讲道，牧师讲的真的，他觉得说，好感动。有一天暴风雨，雨下好大，雨非常的大，这暴风雨啊，这个他的女儿就。整个身体都淋着雨，要一直敲那个大牧师的房子。那个大牧师已经准备要睡觉了，换上睡衣了，一直敲，大牧师很不耐烦的就把门打开，说什么事啊？妈妈快死掉了啦，你能不能帮她洗礼？那天我带她来礼拜，你说受洗归入主门下的一定会得救，得到永生。她很希望能够洗礼啊。洗礼不归我管啦，洗礼归教育牧师管啦，还要经过学道班啦。你们没有参加学道班吗？他说他不认识字啊，现在也来不及了，今天晚上可能就走了，来不及了啦。不行啊，这个我们家的规定，你要参加学道班还要问道理，问了通过了以后才能够受洗，而且受洗有时间，而且不是我受洗我们有教育牧师在受洗，我不是负责这里，我负责讲道的主任牧师，其他是别的牧师。拜托啦，来不及了，牧师。有时候牧师在跟说，你帮我们受洗，一直拜托，跪下来，一直拜托牧师，老牧师。老牧师讲说，我真的要睡了，真的被你吵得实在受不了了。好了，跟你去了，就跟着到他的家去。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妈妈已经整个人已经憔悴不堪，躺在床上了，看起来已经活不久了。然后看到牧师说，你来了，我好高兴。那一天你讲到说受洗的人可以归入上帝的门下，到天堂，可以得到永生。我真的好想去天堂哦，我想得到永生。牧师能帮我受洗吗？我本来想说，这种小事情找我是主任牧师呢，
这么大叫我是主任牧师，这个系列小事就找谁就好了，找我。他本来要讲出口的时候，那个老妇人要讲说：拜托了，我知道我已经活不久了，我希望我死之前能够上天堂，能够得救。老牧师一直看都觉得很不忍心。那如果真的是叫那个教育牧师来帮他受洗，时间也来不及了，因为很远了。那怎么办？好吧，我牺牲一下。我虽然是主任牧师，我就下海来帮他受洗。心理上虽然满班的不高兴，我当到主任牧师，居然去帮一个这么贫穷的妇人在受洗，这个是有失我的身份。可突然，他受礼之前还是要讲一些真理嘛。他就把事情分开来，让他放在约翰1章36章说，那上帝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那这他都愣住了，说这很熟的经节，怎么今天念起来不一样？让信他的人不至沉沦，反得永生。然后兄弟啊，每天听着英文歌，还没有讲哦，要学大班呢，还没有讲哦，要谁才能够受洗呢？那是不是我应该帮他受洗？我这个礼拜讲到是新造的人呢，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呢。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救主吗？”我相信，相信。你相信我们有上帝在主导着全世界吗？相信。你相信耶稣走了要有一个圣灵来帮助我们充满着光？相信。你那天讲到最后讲的，我全部相信，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事。我相信，我心里真的很感动，我都相信了。牧师帮我受洗好吗？牧师说好吧，你去拿一些水过来。我们也没有剩一点了，也没有准备酒跟饼，我就直接帮你受洗。他帮他受洗的时候，他眼泪一直掉。上帝啊，我真的是你所选用的牧者吗？所以难怪你会说，称我主啊的人，不见得能够进入天的国。我们会说，我如果奉你的名在传道呢，主要是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在想说，耶稣根本不认识我。我虽然当了这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可是耶稣不认识我。我惭愧，我发觉到我今天才是新造的人，然后就是握着他的手，然后谢谢牧师，让我可以得救了，谢谢牧师。他过世的时候，牧师也没走看，等他回到家，牧师两开门说：“你这么晚回来？”他说：“太太，我们两个一起来祷告。”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以前根本不认识耶稣。他说：“你鬼扯吧！你神学第1年毕业的嘞，你这个教会是很大的，人家都说你是名牧师哎。”说真的，我都传自己的道，我没有传上帝的道。我真的是觉得我是新造的人，我们都错了。我们要永远臣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永远学习基督的样式。新造的人，现在弟兄姐妹，做掉你的心来，无降下主在。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圣经150本来要到新造的人，我们刚才也唱过了。这首歌，你们一边先看那个歌词。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每日我心是少年，你无前你做我光灯，我有光明。我们跟主连结在一起，我们先坐着，唱一次来。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你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求主你悦纳我们每一个脚步，不再是我是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我想怎么样，而是主耶稣，你说应该怎么样？主耶稣，你认为怎么样？主耶稣，你想怎么样？我们照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咱闭眼心来奉的。底下跟着来，我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助导，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相通与你们同在。愿圣父、圣子、圣神的名，今日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请坐。请坐。阿门。阿门。就像我们的长辈，就像阮当年啊，不管是地长老牛、老长老、地长老牛啦，那班长老牛，你们都是我最敬佩的长辈。那当年啊，一样的长辈，他们教的好。如果我们教会没办法对这些比较老、比较资深的，不要说老了，其实你在上面就看年轻了。我们的应该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很尊敬的。也就是说，我在20几年的牧会生涯里，无牧的牧师，有一对牧师夫妇，牧师跟牧师俩就坐在下面听讲道那么久的，听好几年的，那真的我好感动。你知道是谁吗？我们有一个牧师跟牧师娘，为这是我们的大家庭，也是我们信仰的模范，我们信仰的长辈，请林牧师跟牧师娘到前面来好吗？请你们到前面来，就是他。有请你们拿。
见的牧师跟牧师娘庆生。虽然我们有庆生，可是那个真的是好感动，怎么那么美丽啊？怎么这么好啊？那个福禄在手中交臂，上帝恩典满满是两个拢会吃饱字，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不是我可以帮你祷告吗？可以了，好，我可以帮你祷告，来，我们今天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么美丽的时刻，我们最尊敬的林牧师娘，他们在同个月生日，在生日这段时间，求主你照顾他们的每一个脚步，照顾他们身体的健康，照顾他们精神永远与主你同在。求主你特别纪念他们为你所做的工，他们所做的工，求主你纪念他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再来一个节日，你都知道要许愿嘛，哈。要不要许愿？恭喜你啊！哎，在那个许愿中不能讲话，来，你渐渐许愿，不要讲出来，来许愿来。我们好，就准备睡老虎喽。许完了没有？来，不来，来，推老虎来，推老虎来，一个人一边，来，推老虎。下次彩姐是什么时候生日？记得要彩姐什么时候生日？彩云姐什么时候生日？啊？5月9号。5月9号哈，我这5月那个礼拜你帮我记一下，我负责蛋糕。我们也有，彩云姐每次都来做礼拜，我觉得说我应该帮她庆祝，好不好？好，接着来，我们接着报告。报告，后礼拜做当工的，请准备心。消息报告，本日礼拜后有小组分享民数第31到36，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38节。第2024年上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到今仔日。符合资格同学，请提供成绩单予陈长老确认，有定于3月16号来颁发。本周拜六上午第1教会检查小会，中执会记录簿甲会计照，请相关的同工准备资料受检查。3月30号自会后，伫4楼中召开中执会甲各团契同工交通，请团契会长出席甲副会长。第五，本日下昼2点有敬拜训练课程，请敬拜团准时出席。本周圣安宫的读经进度，路加福音第1章39至第6章49节。搁今仔日补充报告有本日下昼1点半伫4楼有邀请赖传道来分享马可福音，欢迎兄弟出席。拜一第3月10号下午1点半到3点30分，本会嘛有邀请营养师分享肠道的顺畅，甲中医师分享人脉经脉，学习自我保养，欢迎大家来参加。集体交通，咱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甲照顾伊的亲人大岛，恳求主感夫妻同在，行过上艰难的时刻。
咱若为着考防疫专家甲考风调，用一家身心灵带导以上，今仔日礼拜到这，入岛后行平安礼。咱请叶老师来分享今仔小说。